大家好，又係我康體指導員吳 Sir。今次呢條運動影片咧，會教大家核心訓練嘅動作。每個人都需要訓練自己嘅核心肌力嘅，不但可以保護到我哋嘅脊椎啦，仲可以有效咁減少腰背痛同肩頸痛嘅問題。嚟緊呢3個動作咧，非常適合大家日常去練習嘅。咁我哋事不宜遲咧，我哋睇下個動作點做。第一個動作，我哋會做一個簡易版嘅死蟲式。咁我哋喺凳上面進行嘅，大家確保坐喺凳上面嘅時候咧，背脊唔好貼住個椅背。然後我哋而家嘗試咧，抬起我哋嘅左腳同舉起我哋嘅右手，用換一個緩慢嘅方式去進行，慢慢再放低。然後我哋試下抬高我哋嘅右腳同左手，同樣以緩慢嘅方式進行。咁個過程中咧，我哋要好集中去進行嘅。嚟到第二個動作咧，我哋就會喺牆上面咧做一個平板支撐嘅動作。咁首先我哋咧喺牆上面度一個大約手臂長嘅距離，然後咧我哋嘗試將我哋屈曲手臂，將我哋嘅身體支撐喺牆上面。咁而呢個手臂咧同地面咧係成水平嘅。咁我哋之後就要注意嘅就係咧，我哋嘅腰部做嘅期間唔好過度塌陷啦，或者係咧向後突得太多。咁我哋保持翻一個平穩嘅狀態，保持翻個呼吸。我哋嘗試咧維持呢個姿勢咧10至15秒。好，第3個動作，我哋同樣咧都會喺牆上面做一個平板支撐嘅動作，但係今次咧我哋就係做一個側平板啦。咁我哋同樣地度一個手臂嘅距離，然後咧我哋嘗試屈曲手臂，支撐喺個牆上面。咁同樣啦，個手臂同地面都係成水平嘅，另一隻手可以放喺腰部咧，保持身體嘅平穩。我哋同樣咧都維持呢個姿勢咧10至15秒，期間保持穩定嘅呼吸。以上就係3個核心訓練嘅動作，建議大家咧每日花5分鐘嘅時間去做以上嘅核心訓練動作。時間耐咗，大家先會見到個成效嘅。多謝大家收睇。